聯合健保最前線。歡迎收聽我哋今日聯合健保最前線，繼續有我安琪同聯合健康保險嘅紅藍卡經理陳少南南哥繼續傾下今日嘅專題嘅。好多朋友喺睇健保計劃嘅時候呢，好多時會被各種嘅名詞搞到好唔明白噶，好似啲咩網絡啊、HMO、PPO 咁樣嘅。咁我哋就先從基本嘅開始啦，好唔好啊？好。可唔可以用一啲簡單嘅方式呢，同大家講下咩叫醫療網絡啊？南哥。當然可以啦。嗱，大家聽眾大家好啊，又到咗呢一個月一次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嘅健保嘅問題啦。嗱，其實所謂醫療嘅網絡啦，即係呢一個嘅你可以叫做 provider networks 啦，或者就咁叫 network 啦，就係一間呢健康保險計劃有合作嘅一啲醫療單位啦。嗱，當中咧包括係有醫師啦，即係醫生啦，仲有專科醫生啦，仲有醫院啦，同埋其他咧嘅醫療服務嘅提供者嘅名單，包括咧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心理嘅輔導員啊，甚至乎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喺住完醫院之後咧要去一啲嘅所謂術後嘅療養院啦，甚至乎咧其他嘅一啲安老院啦，就係嗰種係特別嘅臨終嘅安老院等等等等咧，都係屬於呢一個嘅醫療嘅網絡裏邊噶。嗱，呢個網絡咧係非常重要噶，因為佢會影響到會員咧可以去睇到邊一啲嘅醫生睇專科嘅時候咧係咪需要轉介，同埋咧接受醫療服務嘅時候咧佢需要俾嘅費用咧係幾多。咁所以咧我哋真係要好好咁樣了解一下呢一個所謂醫療網絡啦。真係經常性都會聽到呢一啲名詞啊，就好似 HMO、PPO， 有時仲會聽到 EPO、POS， 聽起嚟全部都好似，咁其實有咩分別呢？嗱，係啦，好多 O 啊，即係聽到 O 晒嘴咁樣吓。咁啊，其實咧嚴格嚟講咧，我相信呢一個就係同美國歷史裏邊嘅嗰個醫療系統嗰個改革係有密切嘅關係啦。咁大家都聽過另一個名詞叫做管理式醫療啦。意思即係話咧，你以前咧去睇醫生咧就冇網絡嘅需要嘅，你自己中意去邊度揾邊個醫生睇，佢肯收你錢咁就得噶啦。咁但係咧，自從咧喺唔同嘅保險公司，即係透過一啲嘅譬如好似工作啦，或者係紅藍卡嘅時候加入呢一個嘅所謂 Part C 嘅計劃啦，呢啲咧都係需要一啲嘅健保公司提供呢啲計劃俾你哋噶。咁所以咧喺當中裏邊咧就牽涉到咧唔同嘅網絡類型啦。嗱，當然啦，我哋頭先都提過咧，你提過有EPO 甚至乎 POS 呢兩個咧，其實咧大部分都係喺商業嘅保險裏邊，即係話譬如你打工，你老闆俾你嘅商業保險，佢哋可能就會用到呢兩隻嘅計劃比較多嘅。意思咧即係話你唔係 HMO 亦都唔係 PPO， 咁咧就係用POS 或者咧係 EPO。嗱，咁因為我今日就唔係講呢一種啦，咁所以我就唔去解釋啦，咁以免混淆大家。因為咧喺呢一個嘅Medicare 嘅裏邊嘅範疇咧，以 HMO 同埋 PPO 咧作為一個主要嘅方向嘅，佢哋代表住咧保險計劃點樣安排醫療服務啦、控制成本啦，同埋讓會員咧使用醫院同埋醫生嘅嗰個彈性。一般嚟講咧，HMO 嘅規範比較明顯嘅，亦都比較集中，而 PPO 咧就會提供比較大嘅彈性。嗱，咁 EPO 同 POS 我哋唔講啦，咁因為咧 Medicare Advantage 咧就係冇 EPO， 咁有陣時你會睇到有 POS 呢個字，咁但係咧呢啲可能只不過係出現喺某一啲公司，包括我哋聯合健保啦，先會有嘅啫。咁而呢一個嘅 POS 咧，我哋聯合健保咧都唔係出現喺醫療，即係睇醫生嗰上邊啊，我哋只係喺牙科服務裏邊咧，先係屬於 POS 嘅重點。咁呢一個咧，我就今日暫且唔講住啦。咁所以咧喺聯邦醫療保險優勢計劃，英文即係叫做 Medicare 嘅 Advantage Plan 啦，會員比較上咧最常見到嘅就係 HMO 同埋 PPO 啦。咁講到呢度咧，可能有啲聽眾都會想問，咁以上嘅呢啲資訊同 Medicare 究竟有啲咩關係咧？嗱，呢個問題咧係好好噶，因為咧好多人咧就淨係以為咧 Medicare 就係紅藍卡啦，係咪？咁紅藍卡應該係冇網絡噶嘛？咁但係咧，當你透過紅藍卡攞咗啦，加入一啲保險公司嘅計劃裏邊咧，呢一個網絡就會出現噶咯噃。
因為咧呢一個亦都係政府咧容許我哋私人嘅健保公司咧，透過呢一啲嘅網絡嘅計劃去提供服務俾我哋嘅會員。咁所以咧，會員一般嚟講，如果佢哋65歲攞咗紅藍卡，佢哋可以選擇唔用計劃嘅，佢哋可以就咁用紅藍卡睇醫生，只要加個配藥計劃就得噶啦。咁呢個係最簡單、最純粹，亦都係最開始嘅時候嘅做法。咁但係咧，因為咧呢一個嘅做法咧，亦都會牽涉到咧傳統嘅紅藍卡咧，亦都有一啲嘅所謂 deductible， 你要預先俾咗先。咁所以咧，你就會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如果我可以加入一啲嘅計劃而唔需要俾錢，亦都可以得到一啲額外嘅福利咧，咁就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優勢計劃，即係所謂 Part C 出現嘅一個契機啦。嗱，我哋嘅 Medicare 咧就會有 HMO 同埋 PPO 嘅計劃，就係優勢計劃，就係 Part C。呢一個計劃咧係由攞到 Medicare 核准嘅私人保險公司提供嘅。佢哋一定要涵蓋咧所謂 Original Medicare 傳統紅藍卡所保障嘅內容。簡單嚟講，即係話紅藍卡包嘅，我哋私人健保公司嘅優勢計劃咧都要包呢一啲嘅項目。即係話，譬如你會包肝炎嘅預防針，呢個傳統紅藍卡係包嘅。舉例，咁我哋健保公司咧都會，亦都係要包肝炎嘅預防針，如此類推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法例嚟嘅。所以大家係唔需要擔心就話我如果用傳統紅藍卡包呢樣嘢，我會唔會入咗 plan 唔包噶咁樣？嗱，呢個咧你係可以放心嘅，因為呢個係法例規定，我哋健保公司一定要包同政府一樣，甚至乎更好。好啦，咁呢一個咧加入咗計劃咧，咁可以針對咧一個醫療網絡啦，要唔要轉介嘅服務啊，呢個制度啦，同埋會員嘅自費費用咧，政府咧係有規則嘅。所以咧，會員喺揀咗計劃之前咧，佢係需要咧了解呢一啲嘅網絡類型咧係點樣運作，呢一個咧係非常重要噶。好，咁不如我哋先從 HMO 開始啊！好多人都有聽過呢一個名詞嘅，但係都唔一定真係會明白點樣運作。咁南哥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Medicare 嘅 HMO 究竟係咩嚟呢？可以啊，嗱 Medicare 嘅 HMO 咧 ，HMO 即係咧叫做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啦。咁通常係屬於管理比較明確嘅一種計劃。嗱，大多數 HMO 嘅計劃裏邊咧，會員咧需要先選擇咧一位家庭醫生或者咧主治醫師，亦都即係話我哋成日聽到嘅 PCP 啦，呢個所謂即係 Primary Care 嘅 Physician 啦。咁呢一個就係你嘅家庭醫生，佢係好似一個隊長咁樣咧，幫你協調所有嘅醫療需要嘅。咁如果會員有需要睇專科咧，就透過佢咧。就作一個轉介啦。喺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會員接受非緊急嘅醫療服務嘅時候咧，係需要使用計劃網絡裏邊嘅醫師嘅。咁當然啦 ，emergency 嘅時候就救咗命緊要，去邊都得噶啦。咁而如果唔係 emergency 咧，你就要用網絡裏邊嘅醫生啦、醫院啦、專科啦等等等等嘅。好啦，如果你去咗啲網絡外嘅睇一般性或者例行性嘅醫療服務咧，咁保險公司咧通常咧都唔會幫你俾錢嘅，除非係急診、緊急嘅照護咧，或者一啲特殊嘅情況嘅啫。所以呢個咧一定要留意噶。咁聽起嚟咧都比較有系統咁樣。咁如果真係要揀 HMO 嘅話，佢最大嘅優點同需要注意嘅地方又係乜嘢咧？HMO 咧最大嘅優點之一咧，通常咧都係費用比較低嘅。嗱，佢嘅每月保費啦，或者佢嘅 deductible 啦，通常咧都係比較咧係有競爭力。即係話咧，可能係零月費啦，或者係冇 deductible嘅，咁咧令到咧顧客啦，或者我用呢一個字啦嚇，會員或者顧客咧加入去嘅時候咧，就唔需要額外俾錢咧，就提供咗咧佢哋嘅一個即係想加入嘅動機啦。咁而咧有啲會員咧，亦都係中意呢一種嘅方法嘅，因為咧佢哋有一個嘅所謂 PCP 啦，家庭醫師嘅協助啦，就一站式咧就去揾佢啦。咁佢就幫你咧負責晒所有嘅轉介啊，安排你幾時要睇專科啊，幾時要做身體檢查啊，幾時要打預防針啊咁樣。嗱，如果一位會員咧本來就習慣喺佢即係固有嘅醫生嘅系統裏邊睇醫生咧，佢唔介意咧由呢個醫生咧安排去轉介其他服務，亦都比較放心嘅話咧，其實咧 HMO 咧可能就會適合佢啦。不過咧佢嘅缺點咧就係佢嘅彈性比較細嘅。
會員咧可能需要咧轉介先可以睇到專科啦。如果中意嘅醫師咧唔喺呢個 network 裏邊，唔喺呢個網絡裏邊嘅話咧，你亦都可能需要更換你嘅 PCP 或者專科醫生啦。咁而且咧，對於網絡以外嘅非緊急嘅例行照護咧，通常咧保險公司都唔會俾錢嘅。咁所以咧呢一個會員就一定要留意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傾下 PPO 啦。咁好多人都會覺得 PPO 比較自由一啲啦。咁樣理解又係咪啱嘅咧？同埋 Medicare PPO 又係點樣一回事咧？嗱，冇錯嘅。PPO 咧，全名咧就叫做 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通常咧都會俾會員一個大嘅彈性咧，去選擇佢要睇嘅醫生咧，或者用嘅醫院嘅網絡嘅。PPO 有佢嘅編號，一樣都有佢編號嘅合作嘅醫生同埋醫院網絡。咁會員如果喺網絡裏邊去就醫嘅話咧，通常費用咧都會比較低嘅。咁就係用翻我哋一般了解嘅80-20啦，即係會員要俾20%啦。嗱，不過咧，同 HMO 唔同嘅係咧。PPO 通常都會容許咧會員喺網絡外邊接受某一啲付款嘅一啲嘅醫療服務嘅，即係只要對方咧願意收呢個保險公司嘅網絡外嘅費用嘅時候咧，會員就可以去睇噶啦。但係咧呢一個嘅費用咧，會員就可能要俾高啲啦，就唔係80-20噶咯。通常可能係60-40啦，即係你要俾40%啦，甚至乎有啲公司有啲計劃咧，佢哋係50-50嘅分成，就變咗咧你要俾嘅費用咧，比 HMO 咧就多咗起碼30% 啦。嗱，另外咧，大多數嘅 PPO 嘅計劃咧係睇專科嘅時候咧，都唔需要得到咧呢一個嘅呢一個所謂轉介嘅。咁所以咧喺睇專科嘅方面咧，可能會比較自由一啲，但係咧。相對地咧，亦都會有另一個唔好處咧，就係話你睇完一啲專科，你如果需要一個家庭醫生同你協調你嘅醫療需要咧，佢未必知道你睇咗一個專科。咁所以可能咧，你就需要有一啲額外嘅時間同埋程序咧，去同翻呢個醫生溝通，佢就可能要同翻呢啲嘅專科咧，就攞翻你嘅醫療報告咧，佢先可以咧喺下一次再同你做身體檢查啊，或者做其他醫療嘅時候咧，有一個比較準確嘅診斷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你就都要留意嘅喎。如果從實際生活角度嚟睇 ，PPO 最吸引人嘅地方又係乜嘢咧？同埋佢有邊一啲可能會令到會員覺得有壓力比較大嘅地方咧？嗱，PPO 嘅最大優點咧就係彈性啦。咁會員通常咧就可以唔使咧就係轉介咧就直接睇到專科，而且就算去網絡外邊咧，亦都可能仍然咧公司都會俾一部分嘅款項嘅。呢一啲咧對於經常咧會旅行喺國內旅行啦，長時間唔喺你嘅原居地啦，或者係希望有更多醫師選擇嚟講咧，係會造成一個方便嘅。嗱，不過咧佢嘅取捨咧就係你嘅價錢啦。嗱，PPO 每個月嘅保費啦，門診嘅自付額 copay 啦，或者係 co-insurance 共同保險啦，甚至乎網絡外使用醫療服務嘅費用咧，都可能相對地較高。所以咧自由度係大嘅，不過我哋成日都會講啊，你要得到自由咧，你嘅代價就係金錢啦。咁所以咧，你就要係即係了解啦。咁我哋先講到呢度先，休息一陣。照顧好家庭唔係一個人嘅事，而係需要團隊合作，需要有人攜手同行，有人確保萬事妥當。聯合健康保險就好似你嘅拍檔，伴你左右，為你同家人旅程嘅每一步需要細心服務。當你有一個團隊嘅協助，守護家人就會變得更加踏實同安心。聯合健康保險因你所需，用心服務。聯合華語專線180080119001 1800801190。聯合健保最前線。廣告翻嚟，繼續聯合健保最前線啦。咁想問下南哥，如果想用最簡單、最生活化嘅方式幫大家去捉住個重點嚟理解嘅話呢，咁你會點樣比較 HMO 同埋 PPO 呢？嗱，呢一個呢，好多人都會成日問嘅吓，就究竟 HMO 好啲啊，定係 PPO 好啲呢？邊一樣嘢呢係啱我多啲呢？咁樣好多時呢，我哋嚟到美國生活呢，我哋都會俾一個嘅資訊嘅爆棚呢，係令到我哋疲於奔命嘅，因為咧，可能我哋從我哋移民嚟嘅城市或者係社區，我哋係冇乜得選擇嘅，我哋只係習慣咗咧，佢俾啲咩我就要啲咩啦咁樣啊！無論係香港又好，中國國內又好，邊度都好咧，我哋嘅移民嘅身份就係咁，因為以前咧用政府嘅醫療嘅體制咧，就係你就係呢一個方法嘅啫。
如果你要選擇咧，就要全部額外俾錢嘅，咁好多人都唔會用嗰個方法噶嘛。咁所以咧就到嚟咗美國咧，原來唔係噶，我哋呢度咧係好講求呢個所謂選擇嘅，咁所以咧變咗咧有陣時我哋啲會員啊或者我哋啲民眾咧一到俾佢揀嘅時候咧，咁咧佢就頭痛啦。尤其是咧喺佢哋生活嘅環境裏邊咧，佢哋都會出現好多個群體啊。我哋知道咧，可能係你嘅朋友嘅群體啦。你嘅老人中心嘅群體啦，你嘅微信啊、WhatsApp 啊裏邊嘅一啲嘅群組嘅群體啦嚇，呢啲嘅群體咧，全部都影響住你咧一啲作決定嘅舉動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會喺一啲即係資訊爆炸嘅環境裏邊咧，係唔識得去選擇。咁所以呢個問題咧，經常好多人問我嘅，但係咧我都會好自私咧，亦都係好唔負責任嘅講翻一句咧，就係話，不如你話俾我聽。你要啲咩啊？嗱，如果你知道你要啲咩嘅時候咧，我先話俾你聽 A 係點樣樣 ，B 係點樣樣，你就可以對號入座咧，知道咗究竟我應該點樣揀啦。好啦，嗱咁都答翻你個問題先啦吓，即係唔好咁賴貓啦吓。嗱，如果用一句說話嚟講嘅話咧，我會概括咧 ，HMO 通常費用係比較低，但係彈性比較少 ；PPO 就通常係彈性比較大，但係費用比較高。咁呢一個咧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啦，因為咧當一講到價錢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即刻揞住個褲袋啊，睇下個荷包啊，睇下佢自己嗰個接受能力係幾多啦。咁嗱 ，HMO 一般咧係希望會員咧就留喺網絡裏邊咧就係看診嘅，而且咧睇專科咧係需要攞到轉介嘅。咁而 PPO 咧通常咧就會俾會員咧有更多嘅選擇。嗱，選擇咧係有代價。咁當然啦，你要睇其他嘅專科醫生咧，亦都唔需要有轉介。不過咧，你嘅費用咧就會可能以倍數增加啦。因為如果你講緊80-20，你調翻轉最平嘅都係60-40噶啦，咁已經係1倍嘅價錢噶咯。所以真正考慮嘅咧，唔單止係每個月嘅保費嘅，而係當呢個計劃咧出現喺你面前嘅時候咧，佢會唔會符合到你自己咧係睇醫生嘅嗰個習慣啦，同埋你嘅醫療需要。嗱，再俾多少少實際嘅例子咧，就係有一啲比較健康嘅病人咧，佢哋只係需要有一個醫生喺佢可能頭暈身㷫嘅時候咧，睇下發燒啊，開下消炎藥啊，或者有啲食飽食滯唔舒服嘅時候咧，即係睇一睇會唔會有更加大嘅問題啊？咁到咗某個年紀，可能男性又需要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啊，前列腺啊，其他女性又要做乳腺 X 光啊，或者咧係呢個嘅子宮頸抹片啊，呢啲嘅檢查嘅啫。咁啊，再冇其他嘅需要噶啦，咁樣，咁可能咧，HMO係幫你會幫得多啲，因為咧你唔需要有好多嘅醫療需要噶。咁但係唔係，但係你已經有好多嘅所謂既定嘅情況出現咗啦。嗱，簡單嚟講，我哋朋友除咗收入高之外，咩都高噶啦，係咪？三高吓，血壓、血糖、血脂吓，收入就唔高吓。咁所以咧，你起碼嗱，你講血壓、血糖、血脂已經可能要睇3個醫生噶咯吓。血壓咁可能要睇即係普通嘅家庭醫生啦吓。血糖咁你可能要睇免疫力專科啦，或者叫糖尿病專科啦，係甚至乎腎科嘅專科啦。咁跟住血脂咁可能同心血管有關係啦，咁你又要睇到心臟科啦，咁又可能要睇啲內科啦咁樣。咁所以咧，你除咗家庭醫生咧，可能起碼仲要睇多2至到3個專科醫生啦。咁呢個咧可能就 PPO 會幫到你少少啦。咁但係咧調翻轉，你又會諗啦，當你要睇多專科醫生嘅時候，咁即係話你嘅啲費用又會高啲啦。咁你又會諗，如果我啲專科醫生全部都喺 HMO 嘅網絡裏邊，咁我咪慳到錢咯。咁所以咧變咗咧，你真係要了解你自己係屬於邊一種嘅病人啦。因為咧，我哋買一個醫療保險啦，雖然你話買，我唔需要真係俾錢啦，因為好多計劃係零月費啦，但係其實都係買嘅。點解咧？因為你嘅紅藍卡係會幫你俾錢噶嘛。咁所以咧，你係選擇咗一樣嘢噶啦。咁到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嗰陣時先至有賬單噶嘛。咁所以咧，你都要為一個最大嘅可能係要做一個預備。咁所以你就要諗得清楚啲咯。咁不過